张总，这些事我也不太懂得，但是如果张总可以给他机会，他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你是一个讲信用的人，说出来的话一定会兑现的，是吧？真是冰雪聪明啊！这小脑子挺好使，小嘴又挺甜。我看，谁要是找了你做女朋友，那可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啊！来，谢谢张总夸奖，您过奖了。哎，别老张总的啊！我可一直把你当小妹妹看待的啊！张总，那个时间不早了，我太晚回去了不好。哎呀，急什么？等会儿玩完了，我让司机送你回去啊！如果太晚了，我就给你找个地方啊！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别把自己总当小孩子看啊！来，张总，你不用让司机送我了，我自己打车回去就行的。哎，腿长在你身上，你非要走，谁也拦不住你。不过有句话我想告诉你，钱可是在我的手上，没有我松口，任何人别想拿走1分钱。难道你就忍心看着林一轩失望吗？啊？我一直想啊，有一天我有自己的公司，赚好多钱，你俩生好多孩子，我们周游世界。只要给我林一轩一个机会，我就能干出个模样来。真钱难呐！你看，这不就对了吗？来，再喝一口，这可是30年的陈酿啊！来，高兴点。哎，吃一口。